当到性命危险的时阵，也搁当到这医疗欠缺，对真侪民众来讲，因所比较的是伊的命较长，或者是路较长。对这偏乡地区的民众来讲，要看医生无遐尔啊方便。为了照顾偏乡民众健康，新竹县卫生局甲病医合作，和医生透过视讯的方式来甲病人看诊、提供建议，伫当地卫生所会当摕到需要药啊，和偏乡地区的民众同款受到医疗照护。最近没有手脚抽搐的症状吗？这几天有那个啦，抽筋啦。用电脑视讯的方式问病人身体倒位无爽快，过去新竹县偏乡民众上无爱使我要2点钟的车，才有法度看医生。即摆利用远端问诊了后，直接伫附近的卫生所摕药啊。对偏乡地区行动无方便的民众来讲，实在真方便。还不错啊，在偏乡。我也是住偏乡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老人家很好，就会让他们不用特别搭车跑很远去看医生。这边还蛮多那个中风的个案，就是脑血管病变的个案，那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神经内科，把个案跟他做一个先双方的了解，知道这个个案的状况之后呢，然后就会透过就是约诊的方式，然后在视讯上面做一个那个看诊。照顾偏乡民众健康，新竹县卫生局参马街病医合作，来到五峰乡用视讯的方式进行医疗服务，和偏乡地区的病人来当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。那目前个案大概坚持比较多一点了，都20几个嘛，五峰乡大概有10几个个案。那这些都已经实际在服务对那我们也期待说，在这种状况家属的一个负担也能够得到喘息啦哈。新竹县卫生局指出，过去2年以来，已经针对尖石乡跟五峰乡，拢总有159个失灵，也是因为破病无方便出门的病人，使用远距医疗服务。未来只要有需要，就会继续提供服务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